Hello，大家好，要唔要睇蛋蛋？快點進來 ，OK。Hello，我又來了，來，快啲幫我分享好唔好？哎呀，最多等一陣，做啲嘢俾你睇。Brandon BB，Hello， 晚安啊，美國朋友 ，OK， 呢個時間喺新加坡正常嚟計，你哋係咪應該係已經係煮咗飯，已經食埋飯，跟住已經係瞓咗喺張梳化度，準備就係睇我哋做直播啲嘢，啱唔啱 ？OK， 嗱一陣間咧 ，BB Brandon 你好 ，OK， 每個朋友進來的朋友 ，OK， 快點進來，快點分享，然後呢 ，OK。型男廚房食咗先講，好唔好？快啲幫我入嚟分享 ，OK？ 嗱，聽清楚啦，今日咧我話做咗一件好賤格嘅一件事，咩事咁衰咧？一陣間我會話俾你聽，因為咧我會同大家講一聲，聽日咧早上嘅8點鐘啊，卡文就要去醫院做檢查。嗱，聽住啦喎 ，OK，Esther，Hello，OK， 入嚟嘅朋友打個招呼先好唔好？我都唔知你邊個入咗嚟，邊個冇入嚟，明唔明白？咁咧，點解我話要做一件好賤格嘅一件事？究竟係乜嘢事咧？嗱，我講多次，我先跟你們說，明天早上8點鐘，他們會進去醫院去檢查，他有可能檢查不止1天。有可能檢查是2天，然後我跟你說，明天他們不是明天，等一下他們12點之後就不能吃東西，明白嗎？因為呢，他明天要抽那個血糖，然後要 OK 篤那個手指 ，OK， 所以呢，今天呢，等一陣啊，你冇陪他們去，唔係。不是今天啊 ，BB 係聽日朝頭早8點啊，明唔明啊？大佬啊，俾你激死啊！咁咧，今晚咧，佢12點後咧，佢就停止進食。咁佢停止進食咧，咁今晚我哋要點樣處理咧？我話俾大家聽，今天晚上我應該會怎麼處理呢？等一下啦，我現在在哪裡？我現在都在廚房。我在廚房幹嘛呢？我跟你們說，你們聽清楚啊！等一下我會煮一個很好吃的東西，但是他們不能吃。等一下，他們呢只能吃什麼？我給你看。OK， 等一下啊 ，OK， 我係啦。等一下，他們呢只能吃這一個通心粉。OK， 我打算呢，等一下我自己弄一個雞雞煲，咁啊自己喺度慢慢食。跟住咧，佢就喺我隔離咧，咁啊食齋通粉，乜嘢餸都冇嘅，少糖少油。正常嚟計咧，淨係攞清水啊煲俾佢食。咁咧一陣間咧，我就整個雞煲，咁啊自己慢慢攤OK。咁咧一陣間咧，佢又負責淨係睇住我食，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咁咧嗱，今日咧同你講一聲先等啦。OK， 我收埋嗰啲粒粒皆辛苦啊，等我擺好先。OK， 一陣間卡文就食呢啲。Connie，Hello， 一陣間咧我就食，卡文就食通粉。OK。然後啦，跌咗粒添。然後啊，等一下我要吃這一個，吃雞。我先問你們，我不知道啊，點解係咁跌嘅喂？嗱，講真嘅，到而家呢一刻呢，到現在這一刻呢，我大概1年最起碼去新加坡應該是最起碼有一年啦，一年最起碼去4、5次啦，啱唔啱啊？喂，我想認真問一問你哋，新加坡呢有冇啲好好食嘅雞煲？有還是沒有？你們回答我。因為呢，嗱，我講真啦，每一次我去新加坡呢，唔係，每一次咧，我去呢老闆，OK， 新加坡啲同事過嚟啦，
每一次嚟到香港咧，我都會帶佢去食雞煲嘅。咁但係我想問翻你哋轉頭 ，Hello Jojo， 我想問你們 ，OK， 在新加坡其實有沒有雞煲？有冇得食嘅？啊乜嘢啊 ？OK， 我覺得卡文會同你交換咯，沒有可能，因為咧佢自己都驚。佢驚血糖再過高，佢今晚咧已經打算就係咁噶啦。食完呢個通心粉，跟住咧就要求我陪佢出去散步1個小時。哎呀，大熱天時又多蚊，跟住夜晚咧，我哋出邊嘅草叢可能又會有蛇，又會有曱甴，又會有老鼠。夜媽媽散乜嘢步啊，大佬啊！但係冇辦法啦。我哋今晚打算12點之後咧，就我哋一齊去散步。佢隻蚊喺度喂，唉，一陣間有個特別節目啊！唔係蚊嚟㗎，你做你嘅嘢啦。有個特別節目就係咧，一陣間咧，我話俾大家聽，一陣間我哋個特別節目可以做啲咩咧？我哋喂，Carmen啊，大 B 啊，一陣間我哋唔使出去散步啊，有個好好玩嘅遊戲，你玩唔玩咧？咩啊？一陣間咧，我哋打開道門。打開道門就打開個窗簾，打你啊！跟住咧就一人攞住個蚊拍咧，就大家喺度鬥捉蚊，捉得多，邊個捉得多嘅就贏，好唔好？打你就好，打你就好，你真係好鬼死難屋企乜嘢啊？1個鐘對啊，去做1個鐘。Tracy，Hello，Peggy 你好，OK，Jojo，Hello，嚟，我同你講咧，我首先我行翻出去先，我行翻出去先。嗱，平時咧，因為咧我哋屋企咧，我話俾大家聽一件事係乜嘢咧？因為我哋屋企咧，其實咧郊外咧好多蚊，咁我哋經常咧一開門嘅時間咧，好多時候一開門咧，嗰啲蚊咧就會走入嚟。咁我哋好多時咧，屋企咧經常要開一個蚊拍呢啲嘢，因為咧一到夜晚啲蚊咧成鬼日咬我哋。咁所以咧，我一陣間就打算咁樣做啦。OK， 嗱，聽清楚啦，俾你望一次啊。呢個我屋企嗰道門。OK， 然後咧，我哋屋企呢道門啦，跟住咧嗱，望住啊，呢度有塊蚊簾嘅，有塊蚊簾嘅。跟住咧，開出邊咧，因為我哋出邊經常就好鬼死多蚊嘅。咁一陣間咧，我哋就唔直接唔做呢個行山運動。一陣間我打算就係咁，將呢個蚊簾咧就直接打開。等啲蚊啊、飛蛾啊、烏蠅啊，全部走晒入嚟，跟住咧，大家咧攞嚟做啲乜嘢咧？大家就鬥拍蚊，咁邊個捉得多就為之贏，咁咪唔使出去做運動咯。你覺得我覺得啱唔啱 ？OK， 呢個運動其實幾好玩。新加坡問心講，新加坡正常來說啊，沒有那麼多蚊子啊。我打算等一下，我們就不去做運動了，直接打開門。我們慢慢把那些蚊子全部飄進來就對了 ，OK， 哎，還有，這是我要準備把這一個房子 ，OK， 裏面的東西全部清掉，因為未來的日子啊，那個 BB 啊，然後呢工人姐姐啊，應該就睡我這一個房間 ，OK， 所以很多東西要買，來，等一下講乜嘢 ，OK， 呢個蚊拍又冇用，哎，很好用。很好用嗱，嗰個蚊拍好好用，因為點解咧？佢唔係入電池，佢係充電嘅。夜晚你插住個 USB 充電咧，佢啲蚊咧自己會飛埋去，有烏蠅啊、蚊啊、蟻啊、曱甴啊、飛蛾啊 ，OK， 同埋你媽咪、你爸爸都可能會飛入去，因為吸引嗰啲咧蚊蟲全鬼部走入去。你明唔明我講乜 ？OK， 嚟今日咧，要不要看？我想問你一件事。你哋屋企正常平時你們經常在家裏面呢大概啊 ，OK， 我先問你們啊，你們平常在家裏面自己有沒有砍雞的？有的打 yes， 沒有的打 no， 沒有打 no。OK， 今日咧我想教你哋咧斬雞好唔好？因為咧好多朋友其實咧，因為尤其是家庭主婦其實好驚嘅，因為攞起把刀咧就好多時咧為驚整親隻手。咁我就唔知道新加坡，我真的不知道新加坡其實你們平常在家裏面有沒有砍雞、砍鴨、砍骨頭？今天啊 ，OK， 我不是賣這裏的東西啊，不是賣這裏的東西啊，但是因為等一下 ，OK， 我要煮一個雞包 ，OK， 我直接在這裏砍雞給你們看。問你們一個問題，你們在家裏面
懂不懂砍字？懂得打1號，不懂打2啊，不懂打 low。OK，yes or no，yes or no。如果你唔識咧，我就教呢個正宗嘅方法。OK， 我教你去砍字，好不好？因為我做了10多年。OK， 那個燒臘我砍字 ，OK， 應該不會比較家庭主婦差啦。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 ？OK，Wendy，Hello，like and share。OK， 其實砍字很簡單，真係好簡單嘅，你學識就得㗎啦。OK， 咁但係咧嗱，我一句説話，我同你講一聲先嗱，呢句話你們肯定要聽清楚，肯定要聽清楚。就是呢，很多朋友是很怕那個刀的，真的，很多朋友怕那個刀的。就是呢，我要同你講一句説話，你哋聽住啊。好多朋友咧，之前我賣好多刀啊，我賣咗好多刀啊，聽住啊，聽清楚啊，好多家庭主婦都成日會擔心一件事，乜嘢事？嗱，我唔知你有冇有呢個擔心，就係話好多人會同我哋講，喂，把刀好鋒利，好危險，對唔對？有邊個覺得係嘅？打1號 ，OK。好多家庭主婦成日都話把刀好利，係好危險嘅。OK， 你有冇咁嘅認同？你認唔認同我呢句説法？認同打1，唔認同打2號。嗱，真係嘅。OK， 我咧可以咁講，我做燒臘做咗10幾年。OK， 我做燒臘做了10多年，然後呢，我在菜市場賣刀。賣了10多年，已經賣了10多年。OK， 其實我要告訴你們大家一個秘密。OK，Doris 你好，聽清楚，聽清楚。OK， 記得，如果你把刀越鋒利，係越安全。你哋係完全錯誤咗呢一個嘅問題，原因係乜嘢？嗱，我首先聽下你哋認唔認同我嘅講法。嗱，記得你哋好多時用刀 ，OK， 嗱，我唔知你用任何刀都好啦，當呢把刀啦，聽清楚，聽住啊 ，OK， 你鋒利嘅時間係咪可以一刀過？啱唔啱？當你哋屋企用把刀唔利嘅時間 ，forward 之後 ，OK，continue。聽清楚啊！當你哋把刀一唔鋒利嘅時間，你記住你要鋸多2、3、4、5、6、7、8下。當你把刀一唔利，係好容易會跣刀嘅。咁你諗下啦，當你鋸多3、4、5、6、7、8下嘅時間，你有冇發覺個幅度係鋸得多咗？咁你記住，你咪仲危險咗咯，會跣刀噶啦嘛？你明唔明我意思？點解你會見到 ？OK， 好多時你去呢個肉檔，你去呢個燒臘檔，你去一啲揸刀嘅地方，甚至乎賣魚嘅地方，你都會見到佢哋點解成日都要磨刀呢？原因係乜嘢呢？聽住，因為你把刀越鈍，越唔鋒利，係越危險嘅，明唔明白我講乜嘢？所以嗱，我同你講一聲 ，OK 嗱，我今日當然啦，我今天當然不是賣刀，其實我要解釋給你們知道 ，OK， 未來的日子，你們賣刀肯定要挑選一些鋒利的刀，還有聽清楚呢個問題啊，聽清楚一個問題啊，其實咧嗱，我今日教一件事。我教你們大家一件事，你們先幫我分享一下好不好 ？OK， 先刷一排愛心。我教你一個事情，就是你們每一個家庭主婦 ，OK， 你哋每一個家庭主婦，嗱，我真係要教你乜嘢咧？其實好多時你哋屋企把刀咧，唔係唔利啊，並不是不鋒利，好不好 ？OK， 很多時候就是你切得太多，那個油 ，OK， 就我不能拿刀出來，我不拿刀出來。OK， 你等我一下。OK， 我就當 OK， 這裡是一把刀。OK， 明白嗎？我當這個是一把刀。然後呢，我教你們一個方法，這是什麼方法呢？你哋有冇發覺好多時嗱？OK， 我首先問咗你先，你哋有冇發覺你哋屋企所用嘅刀
大概用2、3、4、5個月，你發覺把刀好多時係咪唔利？OK， 我從你那裏買了一套刀，黑色的，謝謝你，微信 OK， 微信，你有沒有發現你之前跟我買那一套刀已經不鋒利？有沒有？嗱，聽清楚，今天我要教你一個事情，好不好 ？OK， 你就當 OK 這一個位置就是刀的刀鋒 ，OK 呢個位置就係刀嘅刀鋒。嗱，真假真假真人真事啊！我想問你哋覺唔覺得你屋企把刀唔利？覺得你們家裏邊的刀是不是不鋒利？覺得打1號，我教你個事 ，OK， 不用打磨，不用去打磨，不要弄掉它，你不要先買其他那個刀 ，OK。如果你覺得你家裏面的刀不鋒利，你打 yes，OK。只是這一個方法，我告訴你 ，OK， 聽清楚，係好多賣刀嘅人唔會教你㗎。原因是什麼？你知道嗎？如果我是賣刀的話，我肯定會跟你說，哎，不鋒利啊，你賣過另外一把吧，對不對 ？OK， 但是我教你們，你們回家之後怎麼處理你家裏面的刀？真的真的 ，OK， 微信啊，對不對？之前你跟我賣刀了，現在已經不鋒利嗎？其實我跟你說，很多時候呢，因為呢，那個刀鋒它是尖的嘛。佢係尖㗎嘛 ，OK， 很多時候你家裏面大概會切什麼？切菜啊，切那些豬肉啊、牛肉啊、雞啊 ，OK， 聽清楚，你會切很多東西。它的刀鋒呢，很多時候呢，我同你講啊，真嘅 ，OK， 不鋒利就要磨刀，不是磨刀，不用磨，我教你先，因為其實家 OK 屋企人呢。好多時咧，嗱講真嘅，認真咁講啊，我估計啊 ，OK， 家庭主婦即係你哋咧，你哋好多時係好唔識磨刀。其實磨刀唔容易，只是磨刀是一點都不容易的。你要嚟個平衡啊，明唔明白啊 ？OK， 我話俾你聽，翻去其實好簡單，嗱聽住啊 ，OK。OK， 等我一下。OK， 哎，你們先幫我分享，今天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知識。OK， 我教你們怎麼去處理你的刀，好不好 ？OK， 你們幫我大力分享。OK， 我先擦乾淨這裡先，因為我這一個很久沒有用了。OK， 來，然後了。OK， 來聽清楚啊！嗱，翻去好簡單一件事，就係做啲乜嘢咧？嗱，聽住呢一把就係刀，其實我呢塊磨刀石嚟嘅。OK， 咁你哋咧嗱，聽清楚，你哋翻屋企如果發現你屋企把刀唔夠利，咁究竟點做？並唔係你要走去買塊磨刀石先。因為咧，如果你係唔識磨把刀，你會磨壞咗把刀啊！明白嗎？明白，你刷愛心，然後你回家可以怎麼去做啦 ？OK， 好像我這樣子啊，拿一點鹽巴 ，OK， 拿一點鹽巴，然後啊，聽清楚，在那個刀鋒啊 ，OK， 攞你個刀鋒 ，OK。攞一啲鹽，嗱聽住 ，OK，Angie 你好 ，OK， 放在那個刀鋒的旁邊 ，OK， 拿一點點，等一下啊 ，OK， 這個位置是刀鋒 ，OK， 因為呢 Facebook 限制不能拿刀出來 ，OK， 然後拿一點鹽巴就在這裡，然後。拿一條毛巾 ，OK。如果你們家不要用毛巾 ，OK， 用那些唔好攞毛巾。點解唔好攞毛巾咧？因為我驚你哋咧
你哋要抹嗰個刀鋒啊，明唔明白啊？你哋直接咧最好咧就買一嚿新嘅呢一啲海綿。OK， 拿一塊全新的海綿，然後啊，很簡單。OK， 嗱，聽清楚啊，我再說一遍啊，這一個是刀 ，OK， 你們看不看到這個鹽？看到你打 yes， 我怕你們看不到。然後 OK， 聽清楚，拿一塊海綿幹嘛 ？OK， 拿一點開水，要很開的水。OK， 煮開的水倒在這個海綿上面，然後啊 ，OK， 直接去插那個刀鋒，但是你要小心啊。原因是什麼？其實原因係乜嘢？我話俾大家聽，因為你好多時你把刀用咗1個月、2個月、5個月、6個月，甚至乎1年。問心講，你平時屋企洗刀係咪好多時淨係攞一啲叫做清水去洗？其實你記住，好多時係好多油分響呢個刀鋒嘅表面。咁你好多時油分越高 ，OK， 油分越多嘅時間，佢呢個油分呢，佢會越嚟越厚啊，越嚟越厚啊。咁當你去切下一嚿肉嘅時間，佢會有油分嘅時間，佢會令到嗰個刀鋒嘅厚度會越嚟越高。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咁所以嗱，陣間 OK 睇完我直播或者聽日，你嘗試下攞啲鹽，呢度加少少熱水，跟住去捽。OK， 大力去捽所有嘅刀鋒呢個位置，捽完呢邊，跟住抹乾淨佢，再加鹽巴去下邊呢個刀鋒嘅位置。你試下咁樣去擦。嗱，我同你講一次，你每一邊擦1分鐘，我認真咁話俾你聽，你把刀最少可以再用多1年半載嘅時間，你唔使特登再去磨刀，你唔使特登 OK 再買一把新嘅刀。嗱，認真講嘅呢啲咧係我 OK 做燒臘或者賣刀咁多年嘅知識，認真嘅賣刀嘅人唔會教你嘅。點解啊？喂，好簡單一件事啊嘛，你最好就係咁樣幫我賣咗把刀，用1零2個月唔嚟嘅時間，下次我再介紹第2把刀，你再幫我買把新嘅刀咯，明唔明先 ？OK， 咁但係喂，我良心 OK， 我真係想用心去教你哋，你哋記住每一把刀你哋自己要去保養，大概2個月至3個月，你去嘗試咁樣去做，你把刀就等於新嘅一樣。明唔明白 ？OK， 明唔明白？咁我今日係咪賣刀 ？No，OK， 我今天不是賣刀。你聽我說啊 ，OK， 我在跟日本一間公司 ，OK， 在挑選一把很好用的刀，我會介紹給你們。大概要2、3個月，你要等我。OK， 我說真的，為什麼我跟你說 ？OK， 我給你看，這一把。我用了5年，我不給你看那麼多啊，這一把我用了5年，最緊要係咩咧？唔使磨嘅 ，OK， 咁喂，我用得5年，咁究竟好唔好用？你記住入得廚房 ，OK， 能跑去廚房經常煮菜，可以用到5年的刀，不好，我怎麼會介紹給你們？嗱，下一次我會介紹大概啊 ，OK， 因為我要跟那些廠家可以溝通，但是沒有那麼快 ，OK。如果到時候我先問你們，我介紹一把日本的刀 ，OK， 你們可以看那個示範嗎 ？OK， 你們喜歡嗎？喜歡你打1號 ，OK。如果下一次下一次，OK， 我介紹刀。你哋會唔會入嚟睇？會嘅，打 yes，OK， 虧啦，你打1號，好不好 ？OK， 因為咧好多時咧講真嘅，好多時講真咧，頭先我教你嗰個方法咧，賣刀嘅人唔會教你嘅。咁但係喂，我梗係想你哋用得好啦，明唔明白啊？我想你哋用得好，喂，買把刀翻嚟，我介紹完一次，你有排用喎，啱唔啱啊？OK， 嗱真嘅。
試一試頭先我嗰個方法，好唔好 ？OK，呢個嘢幾好。OK，呢個嘢我新買嘅，呢個嘢幾好。OK，來砍雞。OK， 我要砍雞給你們看啦。OK， 我要斬雞俾你睇。嗱，唔識斬雞嘅入嚟啦，我教你斬啦。OK， 哎，你們幫我分享好不好 ？OK， 你們幫我分享好不好？我直接就在這裡，等一下 ，OK， 這樣子看到沒有 ？OK， 等一下，這樣子 ，OK， 因為我怕我的那個網絡啊，一進廚房裡面，不知道為什麼呢，老是收不到。現在我在處理中。OK， 嗱，一陣間夜啲我會煮雞煲，咁但係咧陶瓷刀好唔好啊？好，我你講啊，陶瓷刀咧有個好處，嗱，你問得我呢個問題，我解釋俾你聽啦，好唔好？陶瓷刀唯一個缺點係乜嘢咧？就係唔可以斬嘢，同埋陶瓷刀。你記住，你一跌落去個地下又好，你一跌落去側邊呢啲雲石都好啦，佢會聽清楚，佢會崩。咁但係陶瓷刀最大嘅好處係乜嘢？令到個食物唔會氧化，明唔明白？當你記住，你切任何嘅生果，尤其是蘋果嘅時間，因為佢個密度高。OK， 然後佢個刀鋒利，當你一切落去嘅時間咧，你記住空氣入唔到落個食物度，咁你咪冇咁容易氧化咯。陶瓷刀好嘢嚟，我咁樣啦。OK， 如果你哋中意陶瓷刀，我嘗試到時候我做個 promo 俾你睇。OK， 買一把好靚嘅刀，嘗試送陶瓷刀俾你。好嘛？陶瓷刀好容易斷，係好容易斷。OK， 小白你入嚟啦嘛 ？OK， 嗱。今日唔係做雞，今日斬雞啊死婆 ！OK， 真係成日都要鬧你嘅。嗱，聽一次 ，OK， 你們看啊 ，OK， 我砍雞給你們看啊，等我一下啊，我要那個袋子。如果下一次啊 ，OK， 人數不是很多呢，我不會跑出廚房做給你們看了。你們有沒有幫我分享？你們先幫我分享先，好不好？OK， 來，OK， 有沒有幫我分享？嚟 ，OK， 嗱，你哋屋企咧其實好簡單，我話俾你哋聽。首先咧，聽一次，咁我唔理你係買生雞、熟雞、豉油雞定係 OK， 你屋企嗰隻大肥雞都好啦。咁其實好簡單一件事係乜嘢咧？你翻嚟咧，好似我咁 ，OK， 首先咧記得一件事啊，就係整開佢先。然後記住啊，所有雞咧，你聽住一件事啊。OK， 我先清洗一下。OK， 我先清洗一下。你記住一件事咧，每一隻雞咧，聽住。OK， 呢一個籮柚呢個位置睇唔睇到？佢一定咧有個油喺度。之前我用日本 K 牌子嘅陶瓷刀，係啊，好容易斷。呢個你要自己好好去呢個保護佢。明唔明白？同埋你記住，如果OK， 我今日唔煮俾你睇啦。如果你要煮雞煲好食咧，聽住，你要留起呢兩塊雞油，你要煎呢兩塊雞油啊，明唔明白 ？OK， 同埋咧，每一隻雞咧，你哋買翻嚟咧，緊記一件事，呢一個係雞胸啊嘛 ，OK， 呢個係雞背啊嘛。嗱，記住，你伸嘅手落嘅時間，你會發覺呢兩個位置有個肺嘅。OK， 即係好似我咁樣啊！好多時咧，你哋記住，如果你哋屋企係整白切雞，或者呢一個叫做蒸雞啦，你哋記得啊！如果你唔攞咗呢個肺出嚟咧，咁你唔係頂你個肺嘅，你成隻雞唔會熟㗎。你明唔明白我講乜嘢？你點樣蒸又好，烚又好，煮又好，佢都唔會熟㗎。跟住咧，呢一度，等我一下啊 ，OK。然後記住，然後記得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個屁股這一個位置，裏面有兩塊很髒的東西。OK， 這個你肯定要把它挖出來。OK， 看到沒有？肯定要挖它出來。今天買雞送刀啊，梗係唔係咧？黐鬼線！
OK， 今日咧，我話聽，我賣嘅，我介紹的產品不關啊。OK， 並不關於廚房的事，但是我在地下因為要煮雞包，所以呢，我跑進來呢，就是跟你們呢 OK 砍個雞給你們看而已，明白嘛 ？OK， 買雞買刀送雞，買你個死人頭啊買 OK， 嗱，聽住聽一次啊。OK， 喂，好多人話，我都識斬雞，我使鬼你教咩？你明你好 OK， 嗱，聽清楚啊！我同你講啊，屋企咧任何嘅骨頭咧，佢都可以斬到。等我一陣 OK， 嗱，今日咧我會用翻我自己啊，早2日介紹嗰塊砧板啊。今日我唔係賣砧板 ，OK， 我會用翻呢一塊松木砧板。咁究竟松木砧板咧，你攞嚟斬嘢得唔得咧？嗱，你聽一次，我同你講呢塊砧板個價錢真係好平。OK， 我唔知點解，有啲朋友冇落單，你真係唔好後悔。呢一個 promotion 做晒就冇啦，明唔明白 ？OK， 嗱，我不知道那麼遠，你們看不看得到？我走前一點點 ，OK， 我走前一點點，我怕收不到 ，OK。這樣子看到了沒有 ？OK， 然後很簡單啦，我教你們，其實是這樣子的。你呢，聽住，返屋企斬任何雞，記得一件事 ，OK， 呢隻雞嚟㗎嘛，聽到啦，聽住啦，攞隻手指 ，OK， 就扣住呢個雞髀呢個位置，然後呢隻手指公咁樣揸住呢隻雞呢個位，然後呢，你記得呢。真係要斬雞咧，其實係咁嘅，將個屁股唔係我個屁股啊，拿那個雞那個屁股 ，OK， 這樣子抽起來 ，OK， 嗱聽住啊，個屎忽向天，明唔明白？你翻去唔好試啊，唔係你個屎忽向天啊 ，OK， 其實斬雞係十分極之容易，同埋係好安全噶。明唔明白我講乜嘢？跟住就攞起你把大刀，好似我咁 ，OK？ 需要按摩隻雞嗎？按你個死人頭啊，按摩 ，OK？ 然後用你嘅刀鋒喺個刀嘅屁股度，咁樣慢慢切落去，你會聽到咔咔聲嘅，見唔見到？見唔見到 ？OK？ 冇任何碎骨㗎，係由上而下慢慢嘟。OK， 佢就成隻開軌都出嚟㗎啦。咁你話簡唔簡單咧？梗係簡單啦，危唔危險啊？一啲都唔危險㗎，你唔使戴手套㗎，明唔明白啊？我講多次 ，OK， 我揾啲膠水黐翻埋隻雞先，黐鬼埋咗啦。而家嗱，聽住啊，一隻手指。OK， 手指公隔離嗰個手指就扣住隻雞髀呢個位置，跟住手指公啊插入呢個雞翼位，然後將個雞嘅囉柚就咁樣向上，跟住攞你把大刀由上而下嗱，雞個屎忽咁樣向上啊，唔係你個屎忽啊，隻雞嗰個屎忽啊，小白知唔知啊？咁樣攞把刀割，咁佢就開咗啦。咁你話易唔易啊？跟住啊就將你個死人頭就斬毀咗佢，唔係你個頭啊，隻雞嘅死人頭啊！你話斬咗佢雞頭你就唔要啦 ，OK？ 咁你嗱簡單啲，而家成條脊骨就開咗啦，啱唔啱 ？OK？ 跟住就簡單到不得了，你咪好似我咁咯，鋸開佢咯，然後呢個位置盲你都見到啦，中間這個位置有一條 OK 軟骨嘅，呢個位置一條軟骨嘅，你咪好似我咁咯，直接喺條軟骨中間呢個位置你咪劈開佢咯 ，OK？ 唔係講笑啊！輕而易舉啊，就係咁簡單嘅啫，明唔明白？跟住咧呢個時間，如果我係你嘅話 ，OK， 你就要望清楚究竟裏邊有冇啲紅色嘅物體，看不看到裏面有咩紅色啦 ？OK， 我剛運動完，好餓，剛好有雞吃，啱好啦 ，OK。嗱，如果你發現嗱呢個平時咧有啲雞肺咧，就喺呢度 OK， 呢個雞背啊嘛。嗰個雞肺咧就喺個雞胸呢個位置啊！如果你記住裏邊有紅色嘢，你要攞出嚟啊！因為呢嚿嘢唔鬼食得㗎。如果隻雞有食煙咧，個肺黑色嘅，知唔知啊？OK。另外呢個雞背咧，
跟住嗱呢個囉柚啊嘛，這個是屁股嘛，屁股上邊這一個位置有一塊紅紅的東西，這個東西也不能吃啊，你肯定要拉它出來啦，明白嗎 ？OK， 然後啊，很簡單啊 ，OK， 聽清楚啊。點斬咧？嗱，聽一次啊。首先咧就好似我咁，嗱，頭先你會睇到我洗得好乾淨嘅，裏邊冇嘢嘅，看不看得到？什麼都沒有啦。OK， 嚟，然後啦，你砍的時候是怎麼去砍嘅咧？第一 ，OK， 攞起嗰隻雞翼 ，OK， 誒，這個位置你們看不看得到？看到打 ，yes，OK， 把那個機器拿起來 ，OK， 然後就拿一把刀 ，OK， 慢慢這樣子過下去，一砍 ，OK， 呢個就係斬到個雞翼位啦。OK， 呢隻雞好瘦，冇咩肉啊，你就好瘦，成日你走去跑步做運動，小白。我同你講，隻雞肥過你啊，瘦你個屎闊啊，瘦 ，OK， 咁就斬嗰隻雞翼出嚟噶啦。跟住聽一次，將隻雞翼啊攞埋一邊先，然後呢一剎啊做啲咩咧？嗱，呢度有個屁股，個屁股睇唔睇到？就係切毀咗個屁股出嚟。嗱，呢一個咧，阿小白留俾你嘅以形補形，等個屁股越嚟越大個，咁呢個屁股我唔食嘅，我抌鬼咗佢。阿 Sam 養的雞裏面都是黑色嘅，吸二手煙啊！阿 Sam 嗰啲雞你唔好食啊！阿 Sam 嗰啲係老雞殘雞，嗰啲正烏龜嚟㗎。阿 Sam 嗰啲阿 Sam 有養雞嘅咩？黐線嘅 ，OK， 你千祈唔好食啊，有食煙㗎。跟住 OK 嗱，聽清楚啊！頭先隻雞係咪斬咗出嚟？那個機器是不是砍咗出嚟？然後啦，拿一把刀。就在這個位置 ，OK， 砍 ，OK， 這樣子砍出來，很簡單。我教你們，你們不夠力就這樣子，先把那個刀放下去，然後 ，OK， 呢個咧就係成個雞背，成個雞背講乜鬼嘢 ？OK。養生雞有念經嗎？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OK， 平時我去殯儀館啊 ，OK， 那些OK 人離開那些地方，我都是這樣念嘅。你不要碰我，我不要碰你，你不要碰我，我不要碰你，你不要碰我，我唔會搞你，你唔好搞我，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OK， 整個那個雞的背就拿出來了。OK， 放在一邊，然後啊，看清楚。OK， 睇清楚啦，呢個就係。支胸支雞唔係咩支胸啊？呢個就係雞胸支胸 OK 嗱，聽清楚啊！見唔見到 ？OK 呢個雞胸呢個位置下邊呢度咪圓揼哚嘅，呢度咪圓揼哚啊！見唔見到啊？呢度咪圓揼哚嘅，你攞把刀向呢個位置就係咁要劃一劃佢 ，OK， 即係攞個刀鋒係咁要劃一劃呢個位置嗱，你自己望下，拿個支啊咁啊，拿把刀 OK。直接就這樣子打車 ，OK， 來，呢個就係雞胸，看到沒有？看到沒有？這個都是雞腿 ，OK， 嗱，這樣子係咪好簡單啊？是不是很簡單啊 ？OK， 而家就係將隻雞分屍 ，OK， 雞腿、雞胸、雞背，仲係雞翼。OK， 簡唔簡單？你們在家裏面懂不懂做？是不是很簡單呢 ？OK， 就這樣子分開啦。然後雞會痛嘛？你啲黐孖筋，隻雞梗係唔會痛啦，我隻手就會痛。哎呀，真係俾你激死！隻雞已經離開咗呢個世上噶啦。呢隻雞咧就唔會再翻嚟噶啦，佢唔會嚟揾我，因為佢離開之前，我要幫佢念經，就話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你唔好碰我，我唔會碰你，明唔明白啊？係咪好簡單啊？唔係講笑啊！煮乜嘢啊？我今日唔係煮嘢啊，阿 Jane，OK， 我今日應該我會煮個雞煲，但晏啲先煮。你哋中唔中意學人哋煮雞煲？我問多一次啊！我問多一次啊！新加坡有沒有雞煲好吃的？
有的打1號，沒有打2號。為什麼每一次新加坡他們過來，肯定我帶他去吃自爆的，每一次都是我跟他們會煮給他們吃的。他們說新加坡沒有好吃的自爆，新加坡到底有還沒有 ？OK， 來，現在已經分開了嗎？對不對 ？OK， 對不對？咩啊？幫他超度一下。小白，他是小白，也是很白。小白，今天你離開我們了，等一下，對不起，我會煮你會變成雞包，希望你下一輩子不要做雞，你下一年你做一個鴨，你做一個鵝也好，下一季我求求你，小白。你不要再做雞了，好不好？說笑啊，小白，說笑啊。OK， 怎麼沒有吃過你的那個？哎，我都說了，上一次有機會，我看老闆行不行？我做一桌大概10多個人的，找一個地方做一桌給你們吃，你們要不要？說真的 ，OK， 來，很簡單啦，現在很簡單 ，OK， 嗱，聽清楚啊。咁究竟咧 ，OK 嗱，我今日咧雖然咧唔係賣砧板，但係咧我想俾你哋望一望咧，我哋塊砧板好唔好用？因為我嗰日OK， 我嗰日真係斬唔到太多食物俾你睇。你記住呢塊松木砧板真係好用啊！嗱，留意下我斬快少少啦 ，OK。第一斬個雞胸 ，OK， 嗱記住啊，雞胸咧後邊咧頭先呢個雞胸啊嘛，雞爭啲講個粗口啲，唔好意思啊，雞胸下一邊這個位置不要了，這個位置是沒有用的，拿開 ，OK。然後呢，我教你們在家裏面砍的時候啊 ，OK， 你不要好像我這樣子砍啊 ，OK， 你不要好像我這樣子砍啊，你們呢 ，OK， 最好砍就是這樣去砍啊 ，OK， 來，每一塊差不多一模一樣的 ，OK， 我是拿點東西先 ，OK， 放下去。OK 來 ，OK， 來我砍快一點點啦。斬雞、斬鴨、斬魚、斬魚生、斬你記住啊，任何斬任何肉都好，你斬雞骨、豬骨、鵝骨，斬埋偏骨，斬埋你老公都好。塊砧板最大嘅好處係乜嘢咧？記得。佢唔傷刀㗎，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啊 ？OK， 咁同埋你記住啊，呢一個砧板咧，嗱我今日啊 ，OK， 我唔係賣，我話聽你早兩日買咗個朋友，你真係嘅，呢塊砧板超級好用 ，OK， 我嗱聲斬快少少俾你睇 ，OK， 你記住，因為我費事 Facebook 限制我，因為第時突然之間話我賣刀，又話我喺度斬嘢攞把刀出嚟啊，咁你記住佢最大嘅好處 ，OK。你屋企任何雞骨、豬骨、羊骨、牛骨啦，佢最緊要你斬落去咧，佢有刀痕都好啦，佢咧記得佢唔會藏嗰啲細菌喺裏邊，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咁你記住咧，記得啊，生熟食物咧最緊要就要分開，明唔明白我講乜 ？OK， 咁咧一陣間咧我講多次，咁我晏少少咧，因為咧阿卡雲咧聽日咧就要去醫院檢查，咁咧佢今晚咧記住啊。佢今晚一間佢就會咁樣做嘅，12點之後佢就唔可以食嘢。等醫生晚一點呢，他們呢就不能吃東西，所以等醫生他們只能吃通粉。但是他要吃通粉，我沒有可能可以也吃通粉的嘛，所以呢晚一點呢，我就吃一個雞包就在他面前吃給他看。OK， 來看清楚啊，看完了。係咪好容易啊？斬雞就係咁容易咁簡單啫嘛。OK， 你都黐線嘅，點解要去骨啊？我同你講啊，小白，我10個指頭還在，你放心。你砍嘅時候你自己都要小心，明白嘛 ？OK， 嗱，睇清楚啦。斬完任何骨 ，OK， 雞骨、豬骨、羊骨、牛骨，斬埋你老公、斬埋你老婆條偏骨都好啦。OK， 我講笑呀，聽住。你望一次，點解我叫你哋要買呢塊砧板啊？我唔係同你講笑，我而家直接攞水沖嘅咋。同埋你哋記住，你哋屋企啊，我講多一次啊，
你哋唔好再用嗰啲木砧板啊，明唔明白啊 ？OK， 你記得啊，嗱，我同你講一講 ，OK 呢度 ，OK 清潔劑 ，OK 洗潔精，你咪好似我咁平時咁洗咯。你哋記住，平時你用嗰啲砧板咧，佢會滲血落去㗎。你真係唔好買嗰啲砧板啊！呢啲松木砧板啊，我而家抹一抹 ，OK 係咁易啊，聽住啦。OK， 把刀我收埋佢先啦，我唔想俾把刀你哋睇啊，因為咧一陣間 Facebook 限制我就麻鬼煩。OK， 等一下，等一下，很快。誒，幫我分享，聽住，而家俾你望一樣嘢。就係成塊砧板，松木砧板嘅好處就係咁啦。你攞任何嘅水洗乾淨佢，攞條抹布抹乾淨佢。你記住佢最大嘅特點，呢啲松木砧板咧，聽住真㗎，佢有刀痕都好啦，佢會自動修復㗎。OK， 嗱我真係嘅 OK， 早兩日我知 OK 有好多朋友買咗。如果撈哥 OK 做雞好衰 OK 你做雞都好衰啊，死嘢 OK 說笑 OK 聽清楚，早兩天沒有賣，你快點下單。這個優惠我今天還有 OK， 我認真說，這個菜板你肯定要買，好不好 OK？ 來，我等一下，我把這個雞收起來先 OK， 等一下晚一點我要煮雞包，等一下啊 OK。我放在冰箱裡面，就是這樣子。OK， 嗱，聽清楚。呢塊砧板，我同你講，真嘅，呢塊係我新開㗎，這一塊是我新開㗎。這個用了3年，這塊用了5年，佢有刀痕都好。你去用啊！呢塊砧板你真係要買。之前聽清楚 ，OK？ 之前我買呢一塊要68蚊 ，OK？ 一模一樣㗎，一模一樣㗎。隻雞點啊？雞要醃㗎啦，大佬啊！唔通嗰個叫做咩啊？淡茂茂再去煮雞煲咩？梗係要醃㗎啦，好簡單啦，生粉、糖、油、鹽啊，小白，哎呀，俾你激死 ！OK， 嗱，聽我說 ，OK， 來等我一下 ，OK， 我要出去啦。聽清楚，真嘅一件事 ，OK， 叫邊幫我揾嗰個咩出嚟？砧板，唔該。OK， 嗱，聽清楚。我求你哋一件事啊！我求你們一件事情啊，永遠不要買這一些菜板，永遠不要。OK， 你看啊，早幾天我做示範這個菜板 ，OK， 我用那個火龍果去切它，切到現在還是紅的。就好像你比如你們平常把一些肉 ，OK， 雞、豬、鴨、鵝、牛。全部係有水、有血、有汁嘅。你一用咗佢會索咗落去。頭先我係咪攞呢個叫做清潔劑洗呢個砧板嘅？你記住，裏邊本身2年前有雞血，1年前有牛血，半年前有鴨血，跟住3個月之前佢裏邊全部有一啲清潔劑。咁你去諗下，裏邊係咪好多細菌啊？嗱，我認真講多一次。之前我同你講 ，OK， 嗱，我還有18個可以給你們帶回家。嗱，你哋聽清楚 ，OK， 等我一下。如果你相信我啦 ，OK， 菜板你肯定要買。來，我給你看啊，之前我們賣的價格是這個 ，OK， 之前呢68塊一塊 ，OK， 68塊。現在 OK， 你們聽我說，你哋聽我講啦，全部幫我帶翻去，唔好攞一塊，直接兩塊帶走。因為點解？我求你一樣嘢，今日你就算唔幫我買菜板都好，你唔好再用舊式嘅砧板，好唔好？唔好用呢個玻璃砧板，因為玻璃砧板會傷你把刀。唔好用不鏽鋼砧板，
不鏽鋼砧板，你諗下嗰塊不鏽鋼嚟，你個刀鋒咁樣切落去，咁你把刀咪鈍咯，你把刀冇用廢咗噶啦，你明唔明白啊？唔好用竹砧板，竹砧板全部係用膠水黐噶，咁你切嘢嘅時間你咪食膠水咯。明唔明白我講乜嘢啊？我最緊要同你講一次，你記住，你今日唔幫我撈埋砧板都好，我求你一件事，你唔好再用呢啲砧板啊！明唔明白 ？OK， 嗱，我真嘅仲有18個 ，OK， 18個可以俾你帶翻屋企。嗱，聽住，聽一次 ，OK， 麻煩你塊砧板同我帶翻去，好唔好 ？OK， 之前一塊 ，OK， 等一下我反過來。之前一塊68塊，很久之前呢68塊 ，OK， 今天聽清楚 ，OK， 是這個 ，OK， 我還有18個，你相信我撈，你必須要買，好不好 ？OK， 你可以攞滾水淥，你可以斬，可以切，你記住有坑嘅坑紋 ，OK， 聽住啊。有縫的這一邊切有血的東西，切生嘢，明唔明白？後面是沒有縫啦，後面是沒有縫啦，就是切那些熟嘅東西，明唔明白 ？OK， 嗱，只有一個尺寸 ，OK， 因為咧之前一塊68，而家聽清楚 ，admin 啊。拼扣18個，你相信我，你就買，好不好 ？OK， 這個是很優惠的價格。然後扣是什麼？等一下 ，OK，C two，C cat two，cat two， 2塊多少錢？88塊。為什麼我要你們買2塊？一塊最起碼可以用3到5年，你砍雞、砍鴨、砍東、砍西都可以。但是我為什麼要叫你買2塊？我為什麼要叫你買2塊？你1塊自己用，1塊給你爸爸媽媽身邊的朋友。我同你講，松木最大嘅好處，防菌、殺菌、消毒。佢最緊要係冇任何嘅污糟嘢、細菌滋生響裏邊。明不明白我這一個意思？其實我今天不是賣菜板，但是你相信我啊，撈這個菜板你真的要下單，我只有18個可以賣，因為我之前是1塊68，兩塊多少錢？136塊，今天我賣88塊88蚊2塊，咁你一塊40零蚊。OK， 1塊40多塊錢，你當它1塊45塊，好不好 ？OK， 一塊45蚊，你去諗下用到3至5年，我當你用3年，即係36個月，然後可以聽住防菌防霉殺菌冇毒嘅，可以斬得煮得。你最緊要你記得一樣嘢 ，OK， 36個月45蚊。每一個月蚊零嘅咋，每一個月不用2塊錢啊。OK， 乜嘢話？還有 OK， 來一天啊，卡門啊 ，OK， 我跟你說，平常我，OK， 那個 OK， 我同你講啊，好多大廚真嘅好多外國唔同嘅酒樓，外國唔同嘅餐廳都係用呢一塊菜板去直接上菜。咁你諗下，你咪直接切塊 ，OK， 直接切塊牛扒、雞扒、豬扒，咁你咪唔使用碟㗎 ，OK， 嗱你望下，煲完湯可以直接，你自己望下 ，OK， 你咪直接上菜咯，明唔明我意思啊？同埋你用滾水都可以㗎，呢塊砧板你要買。代替嗰隔熱墊。你最緊要你記住，好多時你煲完煲湯，你唔使攞塊隔熱墊鋪上去㗎，你咪直接擺喺塊砧板上邊咯。明唔明白我講乜嘢 ？OK， Villa 幫我翻譯㗎，唔該你。OK， 我把係啊，新幣。新的顧客就 OK， 嗱聽清楚啊！如果你們是新的顧客，你們 PM 我的 admin 先。OK，88塊2塊，真的很優惠，真的很優惠。因為哪一天 Facebook 有問題，所以我今天再介紹多一次，明白嗎 ？OK， 咩材料啊？松木。松木嘅好處係乜嘢咧？佢夠堅硬、夠環保啊！
你明唔明白啊？我問你哋，你屋企用緊咩砧板啊？木砧板、膠砧板、不鏽鋼砧板、玻璃砧板，啱唔啱？我同你哋講，你哋而家，喂，我同你講一次，松木係所有木裏邊最高品質㗎，最頂級㗎，明唔明白？松木嘅好處係乜嘢啊？耐用、襟掉，同埋佢隔熱能量極高，明唔明白？我同你講 C2， 你快啲加單，我係呢個好大嘅優惠。我同你講多一次，我之前賣嘅價錢 ，OK？ 你問我 ，OK？ 你問我所有顧客就知道啊，佢哋係特登叫我再賣呢塊砧板，但係我呢個價錢我唔會再做。我俾你望多次啊 ，OK？ 阿卡文波睇剩翻幾多套？我之前得翻18套嘅啫 ，OK？ 嗱，18塊18套 ，OK？ 嗱，之前啊，好耐之前啦，我係賣68蚊一塊。我很久之前，你問阿娟拼接，我再買了這個菜板，他說很好用 ，OK？ 之前是68塊一塊一片，現在是多少錢？2片88，44塊一片。我都說了，我都同你講，我用咗幾年，唔好用我唔會介紹俾你噶 ，OK？ 尤其是講真嘅，你哋中意入廚房嘅朋友，你真係要買 ，OK？ 嗱，我不囉嗦啦 ，OK？Last six only。今日我唔係賣刀具啊。OK， 嗱，今日同你哋吹下水，嗱，我認真想同你哋講一件事先。OK， 對咯，那麼貴，沒辦法，之前找不到好的。阿娟之前是買68塊的，對不對？阿娟 ，OK， 阿娟是新加坡我們的顧客，現在已經是我們的朋友了。OK， 之前點解要咁貴？冇辦法，因為之前有中間商賺我哋嘅錢，咁冇計㗎。咁因為我唔好特登走去揾源頭啊嘛，所以我咪直接今次你哋中意啲咩煲啊、鑊啊、沙煲嗱，我俾你睇，OK， 我唔係同你講笑啊，我係特登故意我去到 OK 一個好遠嘅地方，我揾咗好多唔同嘅產品俾你哋 ，OK，admin 啊，打出嚟，還有多少 ？OK 嗱，已經打啦。OK 嗱，你哋睇清楚，我俾你睇一件事好唔好？之前我入廚。我煮呢個叫做番茄 ，OK， 幾時賣煲啊？聽住啦，賣刀啊 ，OK， 刀你等我，OK， 如果你相信我撈煮菜 ，OK， 相信我進廚房 ，OK 的朋友，我再說到 ，OK， 我用廣東話 ，OK， 你哋要等一等我，我講多一次，有一把刀，我已經係同日本廠家聯絡咗。我會自己重新做一把刀出嚟，呢一把刀 OK 會寫我自己個品牌，然後我會批發去唔同嘅地方國家。嗱，我同你講一次，嗰把刀我已經足最少用咗3至4年，我送把 OK， 我已經用了3到4年，然後 OK， 因為那個廠家 OK 已經不批發了，然後我重新找過一個日本的廠家，你要等我2到3個月，到時候我賣刀，好不好？好的，大 yes。如果你等到我2、3個月，我可以揾到一把靚嘅刀，你哋可唔可以等我2、3個月？可以打 yes， 可以打 yes。OK， 我 OK， 可唔可以？其實嗱，我講多次，我今日唔係賣砧板嘅。但係我仲有貨喺度，我真係要求你哋，我求下你哋 ，OK？ 就算你唔幫我買，你唔可以再用呢啲砧板，唔好再用呢啲砧板，好唔好 ？OK？ 嗱，其實我話俾大家聽一件事，我揾咗好多唔同嘅家庭用品翻嚟，但係每一件產品我真係要去 try 去試咗究竟喂得唔得啊？好唔好用啊？我先會介紹俾大家，你明唔明？因為點解一個真係中意入廚房嘅人，你係對所有嘅刀具、所有嘅餐具、所有嘅鍋具，你係好執着㗎。你認唔認同我講呢句説話？一啲唔靚嘅鍋、唔靚嘅鑊，我還有你個阿撈嘅刀啊！啊，起碼用咗3年幾。阿張最起碼用咗2、3年嘅你把刀，2、3年肯定最起碼2、3年。OK， 講真嘅，你係中意入廚房 ，OK， 你有冇發覺你係如果你啊 OK， 你哋所有嘅朋友啊，
你就算買10隻鑊、買8隻煲、買7隻煎 pan 都好啊！你哋有冇發覺一件事，就係你用來用去、用來用去、用來用去，都係用一隻最中意用嗰隻㗎，都係用嗰隻最靚嗰隻㗎。你認唔認同我講嘢？你們應不應同我說話？OK， 因為家庭主婦係中意買好多煲啊、鑊啊、餐具啊，但係你屋企有9個煲、10個蓋，有9個鍋，有10個煎 pan 都好，你用來用去都用嗰隻。我自己又係咁啊！你們是不是？你們是的，你們打 yes。OK， 我跟你們說，未來的日子我會挑選很多不同的東西。OK， 嗱，我給你看看，我給你們看看。我的家裏面，我家裏邊咧可以雜貨鋪㗎。OK， 你們再分享多一次，每個朋友分享多一次，好不好 ？OK， 來，我拿給你們看。OK， 第一，陶瓷煲。OK， OK， 砂鍋陶瓷煲。然後 OK， 你幫我打開得唔得？可唔可以攞落嚟？OK， 然後啊，等我一下啊。OK， 你們等我一下，你們先幫我分享，你不要離開，你不要離開啊。OK， 你們不要離開，我拿出來啊，等我一下啊。沒有拎出嚟嘅。分享。不好意思啊。OK， 哎呀，好似走爛咁啊。OK， 嚟，陶瓷保溫水杯啊，放熱飲，放凍飲，擺冰塊落去。我啱啱新揾翻嚟，但係我要研究咗，我要究竟試下好唔好用先。我睇我開直播前1個鐘，我放咗熱水落去，究竟佢可唔可以真係保溫8個小時？見唔見到裏邊有水㗎，仲熱㗎。OK， 仲辣手，咁我係咪要試咗好多？可以沖埋茶嘅呢 OK， 飲咖啡都得啊呢個。唔係有佢沖茶有個茶壺喺入邊。OK， 你哋最中意啊！發財要緊。OK， 嚟呢一個我今晚就會試嘅啦。這一個我今天晚上就會試啊！日本陶瓷內膽煲。OK， 我要猜漂不漂亮？漂亮刷愛心，然後 OK 呢一個用嚟幹嘛嘅咧？可以做保溫飯盒 OK， 然後咧 OK， 然後可以做燜燒壺，然後可以焗你哋屋企嘅麥皮，然後可以攞嚟焗你哋平時嘅菜，你將你嘅豬手，你將嘅牛腩，你燜咗之後，直接擺落去，佢會自己裏邊內真空會幫你燜熟啲食物。我未來日子 OK， 個杯有冇大啲㗎？呢個大 size 嚟㗎 B B。阿叔啊，好大個㗎，阿 B B 啊 ，OK， 好大個㗎，你要幾大個啊？大概係咪滅火筒咁大個啊 B B？OK， 我同你講阿 Ben 啊 ，OK， 這個已經最大的啦。我下一次幫你找一個，就是那個滅火筒那麼大的給你，好不好 ？OK， 來，哇，好忙啊 ！OK， 等一下，還有，我揾到個好嘢，我找到一個很好的東西，但是我們還沒有時間去 try 什麼東西呢？到時候如果我介紹的話。OK， 你們肯定要進來。我知道咧，你哋之前買有 OK 蜂巢鑊係咪？我揾到一隻比蜂巢鑊更加厲害嘅，因為你哋好多時煮餸，很多時候你們炒菜啦，我告訴你們 OK， 你哋一定要揾一隻全熱快、散熱慢嘅鑊。OK， 我已經係揾到一隻比之前所有嘅蜂巢鑊係 double 嘅火力，即係簡單啲，佢可以幫你慳翻啲燃料，慳翻啲火，然後最緊要係咩呢？你炒嘢炒得快，咁你咪慳翻好多燃料咯，同埋最緊要佢係好高溫。
明唔明白我講乜嘢 ？OK 嗱，我唔多講，因為我今日真係唔係介紹呢啲嘢，但係我話俾你聽，未來日子我會介紹好多唔同嘅家庭用品俾你哋，明唔明白？其實我呢度卡文坐在這裡，卡文嘅前邊。OK， 卡文前邊呢度全部都係好多唔同嘅樣品。撈哥你介紹嘅家庭用品 ，OK， 我好有信心。講真嘅，如果我認真講啊，如果個產品過唔到我自己，我唔會介紹俾你咯。都唔好用嘅，黐鑊嘅，煲嘢會燶嘅，個真空煲真空唔到嘅，佢保溫唔到嘅，咁你我賣俾你做咩啫？我賣俾你，你反而仲用阿撈啲嘢唔得嘅，我以後唔賣。所以頭先你話喂阿撈幾時賣到？唔係我唔想賣，我倒不如我要找一把喂真係你哋方便用、你哋容易用、你哋中意嘅。譬如咁講啦，我下次賣把刀，如果我做到嘅話，我送把陶瓷刀俾你，我送一套陶瓷刀俾你。如果我做到嘅話，因為我真係好想點講咧？急你哋所急。想你哋所想 ，OK， 必須要你哋用到嘅嘢，我先會介紹俾你哋咯。明唔明白我講乜嘢？我真係好想 OK 做一個品牌出嚟，未來日子 OK 響新加坡有一個品牌叫做 Lau Style 呢個品牌，明唔明白？其實我呢個品牌我之前已經有，但我好想做一系列 OK， 以後你炒菜嘅時間見到阿撈 OK， 你煮飯嘅時間又見到阿撈，你切嘢嘅時間又見到阿撈，以後你沖涼都見到阿撈，咁就最好啦。嘔啦嚇！嘔啊！嘔你爹哋啊！嘔你個師傅啦！嘔 OK， 好不好？要不要？要了，刷一排 yes。要不要？我說真的 OK， 我很想做這個一系列出來，要還是不要 ？OK， 有可能你覺得好嘔心啊，但係唔好理呢個阿撈字先，唔好理呢個品牌先 ，OK， 唔好覺得嘔唔嘔心先 ，OK， 你哋想唔想我未來啊？只 OK 會出一系列嘅你屋企所有嘅，我要嗱，其實簡單啲，我個少少嘅夢想就係好想令到你屋企所有廚房嘅嘢。全部逐件，我幫你由頭到尾度身訂造，我幫你搞掂晒佢，好唔好 ？Yes or no？ 媽的，我說得那麼動人，那麼好聽，只有2個 yes， 3個 yes， 真係我跑來跑去幹嘛？我是用心的，真係，頂你個肺，走啦！唉，真係俾你激死！我很不開心嘅，這樣子打一個留言，你老闆叫你賣保健產品，我跟你說，我為什麼要保 ？OK， 說真的，我不是不想賣。OK 嗱咁啊，呢個我賣你們又不買。我講真一件事啊。OK 嗱，我嗱卡文頭先講咗句説話啦。OK 嗱，我唔知你哋認唔認同。其實你估講真，你估我唔想買保健產品咩？好簡單一件事。嗱 ，OK， 今日我同你哋認真嚟傾下好冇？靈芝孢子粉，我而家開曲，有冇人買？真嘅，你有時要可唔可以喺我個角度去諗一諗 ？OK， 即係點講咧？我唔係話喂賣保健產品我有冇生意，可以整下個，可以望下個砧板嗎？可以。OK， 卡文慢慢去攞。OK， 即係我今日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事，係你講我先講。OK。B B 話佢買喎。你是不是買啊？真的要買嗎？admin 幫我找靈芝孢子粉嘅曲出嚟。L7 OK 嗱，我認真，我今日我不如咁啦 OK， 我認真同你傾下偈好唔好？好簡單，頭先啱啱有一個顧客就話：喂，我賣保健產品。講真嘅，你哋去諗一件事 OK 嗱，就是整個菜板 OK 嗱，我解釋一次好快，佢用松木製造㗎，松木嘅好處佢會自己復修。當你有把刀切咗落嘅時間，
佢啲塊木佢會慢慢咁樣復修。最緊要佢唔同你普通砧板，你用滾水、用洗潔精、用清潔劑，你用任何嘢嘅時間，佢唔會滲入去佢個內層。佢唔同你平時用開嘅木砧板。嗱，我講一次 ，OK， 嗱你自己睇，有坑呢邊切生嘢，冇坑嘅你就切熟嘢，明唔明白我講乜 ？OK， 好多時好多5星級酒店就係直接切完塊牛扒，擺2粒番茄，擺1粒蒜頭，擺幾條嗰啲蘆薈，就係咁上台㗎啦，明唔明白我講乜 ？OK， 嗱呢一個係 C2。我同你講，我真㗎，我裏邊有3塊，有一塊用咗3年，有一塊用咗5年㗎啦。呢塊砧板你可以用好耐，最緊要防菌、殺菌、防霉，明唔明白我講乜？唔可以，唔好，唔該你。你今日就算唔幫我買砧板都好，你千祈唔好再買呢隻砧板，得唔得？呢啲砧板你諗下。佢會發毛發霉，嗱你聽住，我早幾日做示範，啲火龍果汁洗極都洗唔甩嘅，佢會滲水落去裏邊。你諗下，2年前你切嗰塊牛扒佢有血水，佢咪索咗落去咯；1年前切嗰塊豬肉有豬血，咪切咗落去咯。你切塊豬肝嗰啲水咪索咗落去咯。你每一個月會洗30次砧板，嗰啲清潔劑咪索晒落去裏邊咯。我哋呢塊砧板唔會索水㗎。OK， 嗱，之前我講多次，我賣另外一款嘅砧板，嗱聽住 ，OK， 我賣嘅價錢聽清楚，呢、個sorry，OK， 等陣，OK， 嗱我之前我賣呢塊砧板嘅價錢係呢一個 N2，OK， 我之前係賣呢個68蚊，現在我賣多少錢 ？C2。88塊，買1塊送1塊，最後還有5套，你快點下單，你相信我，好不好 ？OK， 嗱，B B 再打 code 啊 ，B B 自己打 code。謝謝你 B B。拼有 code 未啊？admin 拼 code 啊，靈芝孢子粉。OK， 你拼 code。嗱，聽清楚。我認真答呢個問題啊。頭先有顧客同我講，喂，老闆叫我賣保健產品係咪？即係我好想話俾大家聽，唔係我阿撈唔想去賣。講真，第一 OK， 好多時當佢哋新加坡嘅頻道去賣嘅時間，我 OK。哦，又是英渣果油啊。猜版。嗯。OK。猜版是 C2， 猜版是 C2，OK， 撐你啊，謝謝。等下。唔係我唔想去。英渣果油的 code， 謝謝。唔係我唔想去介紹保健產品，因為其實我試過好多次，我同卡文兩個試過好多次，我去賣保健產品，好多時真係冇人落單。我講真係好慘㗎。咁你哋好多時 OK， 你哋慣咗 OK， 譬如佢哋其他唔同嘅頻道，你哋係慣咗佢哋嘅頻道賣，你哋慣咗佢哋個頻道賣，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先？所以我好多時我唔係唔想去介紹，當我去介紹嘅時間，另外10幾個頻道同一時間都係賣緊，咁你哋會去支持邊一個呢？即係我唔係介意呢件事，我真係唔係介意呢件事。咁倒不如，喂，我唔係喺新加坡，好多時有新嘅產品。嗱，我認真講啊，今日呢句説話，好多時有好多新嘅產品到咗公司，我係冇 sample 冇樣板喺香港噶嘛，啱唔啱？因為我們沒有試過，跟住我不想賣。我冇試過，我又唔想賣。跟住佢哋其他10幾個頻道又去賣。跟住我下一次見到佢，我先攞到個 sample， 然後我去 try 完之後，我先介紹俾你哋。嗰另外10幾個頻道已經差唔多賣鬼晒啦，咁我仲介紹你做乜嘢啊？當我介紹嘅時間，我用好多精神、時間、心機去諗去做，做完之後死啦，賣得2樽，賣得5瓶，咁我點介紹？咁倒不如我咁啦，我又唔喺新加坡。OK， 我記得過嚟個樣板要幾個啊，要1個月，跟住我研究要2個星期，然後我再介紹俾你。
你會唔會落單 ？S1 啊，英渣果油。英渣果油 S1 我都不知多少錢，我都很少賣了39塊左右。S1 你要加你自己去加，好不好 ？OK， 你明明我 OK， 有誰明白我剛剛說什麼了？明白你打1號，你幫我打留言打1號。因為我唔係喺新加坡，我唔可以隨時隨地攞到啲樣板去介紹。咁我唯一辦法嘅出路係乜嘢？我去自己去揾源頭咯，就好似我揾沉香咁，我去揾隻煲咁，我去揾塊砧板，我去揾隻鑊，我去揾個鍋。OK， 謝謝你們。OK， 你首先你要明白我嘅處境，唔係我唔想去做，咁我倒不如為我買一啲新嘅嘢，而你哋係冇去賣過。OK。明唔明白啊？落咗單啊，多個問題 ，OK， 放塊砧板正常洗刷 ，OK 啱啊，可以。對，誒，還有一個。你用溫水，你用任何水你去洗佢冇問題嘅，你明唔明啊？唔係我唔想去做，有些時候他們爆單，你為什麼不做？他都不了解，我都沒有樣品，我怎麼去做啊？我拿個膠片給你啊！這個靈芝孢子粉很好吃啊！你每一天吃1粒 ，OK？ 你的咳嗽、你的感冒、你的什麼什麼很好的，我點樣去說服你叫你去買啊？死啊！原來阿撈你都冇樣品，你攞個圖片同我睇㗎咋？你明唔明我講乜嘢啊？即係可能你覺得我今日講嘢囉嗦，但係倒不如。喂，我有冇辦法可以自己殺出一條新嘅血路？就係未來日子，我要種一個好嘅成個係阿撈嘅系列，賣煲、賣鑊、賣沉香、賣砧板，賣一啲叫做比較一啲特別嘅嘢，或者減肥嘅嘢，或者做健康、做運動嘅嘢。OK， 或者我嚟緊會有一條 OK 美容產品嘅線，美容產品嘅 line。OK， 或一啲保溫壺咯。買啲真空煲咯，你明唔明啊？買啲我哋平時好擅長會用，我自己都會中意用，我先真係 test 到佢得唔得咯。OK， 我先說多一片靈芝孢子粉。OK， 有沒有人需要 ？OK， 有的你們下單。靈芝孢子粉的 code 是什麼 ？L1 一瓶99塊 ，L3 3瓶198塊 ，L7 396塊4瓶。OK， 有的需要的你下單。對，我看有多少人下單。OK， 明白嗎？你明白嗎 ？OK， 靈芝孢子粉你需要的你下單。OK， 我看你有多少需要，你都明白我說的道理的。OK，L1 一瓶。99 ，L2 L7 198 3瓶 ，L7 396。來，我買保證產品了，現在下單 please。OK 嗱，聽清楚。OK， 我講翻塊砧板，記住，就算佢有刀痕都好啦，唔會阻擋你任何。你切嘅食物，佢會裏邊係會有細菌嘅，明唔明白？同埋呢個松木砧板嘅好處係乜嘢咧 ？OK， 你哋咧去個菜市場買一啲沙紙，OK， 買一啲沙紙，就算佢而家咧有少少刀痕，你見唔見到？佢最好嘅好處係乜嘢咧？大概一個月一次就可以了。OK， 大概1個月你磨一次，佢會將我啲刀痕咧。佢會自己復修啊！我真係有 L7，謝謝，真係有 L7啊！近些年 ，OK， 然後攞張紙巾 ，OK， 你記住啊！你切任何肉啊 ，OK， 任何嘢咧，嗱你擦一擦佢 ，OK， 佢會自動復修啊！明唔明白我講乜？但係呢個其實你唔使，呢個你擦完佢係美觀咧，其實係唔使擦嘅。對，明唔明白我講乜？如果你唔中意嗰啲花痕咧，你就磨一磨佢咯。但係其實唔需要，我哋都冇。VCVON， 謝謝你。所以我真係唔係唔想買，你要明白我。點解你唔買啊 ？OK， 嗱，我不囉嗦啦。OK。英渣果油啊！英渣果油，你要你快點下單啊！英渣果油的 code 就是 S1， S1 39塊9。39塊9。如果你有三高啊什麼的，你要吃英渣果油了
印加果油是我就没有样品的。樣品我都沒有。對，但是您這包紙粉我們就有。OK，嚟啦。OK，嗱今日咧我唔囉嗦咁多，其實我今日話俾大家聽，我唔係介紹砧板，我唔係介紹印加果油，我唔係介紹靈芝孢子粉。對，我們很難得拿到一點點的數量。嗱，今日聽一次。OK， 我想問一問大家，嗱你哋回答我好冇？香港嘅新聞已經係每一日去報導。我說一下國語 ，OK， 香港的新聞已經每一天去報導，就好像之前那個 COVID 一樣 ，OK， 每一天有多少數量，有多少人中那個肺炎，OK， 我唔知新加坡，我今日我哋問咗兩個 admin， 我今日問咗兩個 admin，OK， 我兩個 admin， 第一個就 Esther，OK， 佢已經不在了 ，OK， 已經在新加坡帶孩子。第二個就是我的艾米 ，OK， 已經問咗愛敏 ，OK， 艾敏，他跟我說一個事情，艾敏早幾天已經 OK。艾敏早幾天已經中了那個 COVID， 不好意思啊，艾敏我說出來，不好意思啊 ，OK， 因為我之前沒有問你，你哋身邊有冇朋友或者你哋呢段時間有冇睇新聞，知唔知道肺炎 OK 已經係陸續咁飆升？我聽一個顧客講，個顧客同我講，新加坡好多醫院已經開始爆滿，你哋知唔知呢件事？肺炎已經係重新發 ，OK， 重新翻嚟。有誰知道？你幫我阿撈和他們打一個1號，誰知道你打1號 ？OK， 我先拿開我這些東西先啦。OK， 有誰知道 COVID 已經從頭再來了？知道打1號 ？OK。嗱，今日咧我好難得 ，OK， 嗱，聽住聽一次。我今日我好想話俾大家聽，預防勝於治療。我好想同你哋講 ，Covid 一中咗，咳嗽好嚴重，頭痛好嚴重，行路係完全冇力，好唔舒服。我同你講，已經係有實例去試過，我哋全部經過臨床測試，所有響中國中咗非典肺炎嘅朋友係要，如果你睇中醫，就係要聞我哋呢一隻中藥沉香。嗱，聽住，今日我可以攞到22套出嚟，因為有2套我已經準備發咗俾我嘅 admin， 發俾我嘅 admin， 因為我真係要必須佢養好佢嘅身體。嗱，你聽一次，聽住，唔該你哋。我唔知你而家呢一刻怕唔怕肺炎或者驚唔驚肺炎，但係預防勝於治療。呢隻產品你必須幫我擺屋企，準備危急之處攞嚟救命嘅。聽住，我有22套呢隻藥香。真的，我希望你們每一個人你幫我擺響屋企，幫我留響屋企。突然之間咳得好嚴重，個頭好痛，我同你講，每一個人響中國，響呢一個叫做 OK 廣州，真係去睇中醫，佢直接係俾你聞藥香，一日聞3片，你嘅咳嗽慢慢減少，你嘅頭痛馬上2個鐘頭之內有效，你嘅氣喘唔夠氣，佢絕對可以幫到你。明唔明白？嗱，我講一次，藥香我有好多種，但係我呢隻藥香係我自己阿撈最中意，亦都係最滿意嘅一種。呢個係針對肺炎嘅時候，一隊中醫團隊研究出嚟嘅。所以點解我哋好多顧客俾我哋反饋嘅留言都話，咳得好嚴重啊，用咗我哋藥香好快會止咳啊，好快改善啊，因為佢係真係針對上呼吸道感染啊，針對我哋嘅鼻啊，針對我哋嘅喉嚨啊嗰啲去研發出嚟咯。所以我哋好多顧客係長期咳嗽啊，好多都話啲老人家係咁咳
啦，用咗藥香或者感冒用咗藥香，可能平時冇咁快好翻嘅，用咗藥香1-2日就會好翻咯。所以呢個咧係保護我哋家人，又保護我哋自己咯。所以今日好難得，因為而家真係全球都有重新爆發過，我哋香港都爆得好勁。所以咧，希望大家今日真係會帶到翻屋企咯。你唔使打針，唔使食藥，唔使吊鹽水。如果你有呢個症狀，有感冒、有咳嗽、有頭痛，開始發覺唔夠氣、行路氣喘嘅朋友，聽住，1日點3片，明唔明白？嗱，我真係得22套嘅啫，因為我要買呢藥香，我要排隊啊，我要排期啊，我好耐冇買㗎啦。但係我知道新加坡同香港嘅肺炎真係嚴重，我嘅 admin 啱啱喺醫院推出嚟嘅咋，啱啱先喺醫院翻出嚟，我即刻問 admin， 喂，公司有冇驗貨？跟住你嗱聲，叫他馬上回公司。公司有冇驗貨 ？admin 我有冇講大話 ？OK， 我係咪叫你翻公司即刻去攞藥香？你記住，聽一次，1日你去點3片，朝頭早、中午、夜晚。你記得啊，聽清楚，令到你所有嘅細菌慢慢幫你殺死。你去睇西醫，佢都係冇嘢幫你做㗎。而家係冇藥可以殺死非典肺炎㗎，明唔明白啊？而家中醫師就係研究咗呢隻中草藥，全部經過2-3千人臨床實證。你記住，每日聞3片，你聞7日。OK， 你聽清楚啊！你嘅氣會翻嚟，你嘅咳嗽冇咗，你嘅頭痛唔見咗。我而家就係靠呢一隻嘢，因為點解呢隻產品我要介紹俾你哋？你幫我做一件事，你留響你嘅屋企，幫你看門口。佢有淡淡嘅中藥成分，新加坡 very OK。哇！即係勁過香港啦，係咪 ？OK。香港都嚴重香港都嚴重。所以我其實而家撈哥都留咗幾套喺屋企俾我用，因為而家始終我懷孕啊嘛。所以我聽日又要去醫院做檢查啊嘛，所以呢個咧，我覺得真係可以好當一個保護咯，唔係話你用咗一定唔會中，但係提高我哋嘅免疫功能。第一，沉香本身已經可以去位，提升我哋嘅能量，跟住再加埋佢會預防我哋冇咁容易感染到。因為譬如我哋身邊周街都唔知邊個係講。佢最緊要咧，我聽啦，就算真嘅。就算你而家冇呢個症狀，你每日最少點1片，因為最緊要係乜嘢事？原因係佢可以你1點嘅時間，佢會幫你殺死空中裏邊所有嘅細菌。明唔明白啊？你成家人受益，你爸爸開完車翻嚟，你點1片，明唔明白我講乜嘢？你個仔翻嚟之後，你去點1片，你記住係幫你成個屋企有個保護網，幫你阻擋任何嘅細菌，咁你屋企咪健康咯？明唔明白？一桶裏邊17片，一桶裏面17片，每一片大概是30分鐘，其實很簡單。OK。就好像你們平常你們點沉香一樣 ，OK， 來很簡單。但是它的味道完全不一樣，完全不一樣。它有淡淡的中藥的味道了，因為它就是很多不同的中藥在裏面，再加沉香，明白嗎？明白嗎 ？OK， 嗱，你聽我講，曾經嗱，我呢套產品我唔係賣咗好多，因為我每一次要限制去賣，嗱係好多。不少於5個顧客，佢自己話俾我聽，聞咗呢隻沉香，佢咳嗽係日減少嘅。OK， 如果曾經用過我這一款沉香的朋友，你幫我們兩公婆好不好？幫我打 review 出來，可以嗎？OK， 就可以了。直接就是這樣子，你去點就可以了，很簡單。我昨天已經叫我的 admin 馬上打電話去公司拿這個，我叫他要用，如果公司有，你先馬上拿去用。公司剛好有2套，我叫他馬上去拿，就是這一個藥箱。因為他已經中了 COVID。他已經中了。對，早幾天他本來就是好像感冒啊、不舒服啊、發燒啊這樣子，然後就越來越嚴重了這樣子。哦，你講好簡單嘅。所以如果你們有什麼不舒服的，你馬上去用，馬上去用。OK，他有
单的重要的成分在里面。OK， 其实我跟你说，它跟之前的陈山是完全不同，但是这一个陈山可以帮你杀菌、消炎，然后就是如果 OK 你中了 COVID 之後，喉嚨痛、頭痛、頭暈。跟住你會記住四肢無力唔夠氣，你信我，你點呢隻沉香 ，OK？ 如果真係中咗就一日點3片，明白未？嗱，我唔多囉嗦咁多，總之我話俾你聽，呢一個係我好難得可以賣，你哋真係要預防勝於治療，好唔好 ？OK， 你哋要預防勝於治療。等我陣啊！誒，有冇有看到？阿撈家的沉香很好，尤其是那個藥香，我聞咗幾次，咳嗽就冇啦。咳嗽，它針對就是我們 COVID 的症狀啊，就是就係上呼吸道感染啊，所以好多顧客都話俾我哋知，佢用咗我哋嘅藥香之後咧，係譬如唔舒服啊、肚痛啊、胃痛啊、頭痛嗰啲都好大嘅幫助。OK， 來，我快點先給你扣。OK， 嗱，我真的賣完馬上關扣啊，我只有22套而已。OK， 聽清楚。多少錢 ？OK， 原價一瓶，他們賣的價格一桶啊，人民幣是1288。我跟你說，一點都不貴。對，1288多少新幣？200塊新幣，一桶14片。OK， 你可以用多少天？聽清楚。如果你每一天點一片，用14天；如果你每一天點2片，你可以用到 OK 接近9天。你每一天點3片，你可以用到6天。如果你有生病的話，就每天3次；如果沒有生病的，每天1次，就保護自己。原價一管是200塊 ，OK， 我們現在給你的價格是多少錢 ？OK， 我只有22套，我只係得22套。我本身有24套，因為我送咗2套俾我嘅 admin， 我要去健健康康。聽住，200不要，100不要，70塊不要，買一瓶來送一瓶。OK，admin， pin coat piece 22套而已，一共34片 ，AK 71，AK 71，買一桶送一桶，68塊。還有一個香爐，我可以送一個香爐給你的，送一個符的香爐，我找不到 ，OK， 這一個爐我找不到 ，OK， 你們快點去下單 ，OK， 這一個用來救命的，有咳嗽，有頭痛，有身體不舒服 ，OK， 你們快點去下單 ，AK 71 68塊，買一管送一管 ，OK， 這裡一管 ，OK， 這裡一共啊。呢度一共34片，如果你每日點3片 ，OK， 你可以用到11日。如果你每日點2片，你可以用到接近就直頭係17日。你每日點1片，呢度可以用到1個月。對，你真係要買呢一個 ，OK， 你快點去買。COVID 嚴重，你如果復發好危險，好辛苦啊！個頭痛到裂開，個頭會爆炸。你記住，咳到抽筋，咳到胃出血，你都有份啊！因為呢款沉香咧唔係話我哋想買就可以買，真係要排隊啊！因為全中國嘅中醫院啊，呢個係供俾中醫院入邊用嘅，特別係而家再爆發起嚟啦。我哋嘅數量係絕對唔多咯，所以如果能買到嘅朋友真係你哋嘅福氣。特別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嗰啲，你一定要買1-2套俾佢屋企看門口，明唔明啊？因為特別係老人家佢嘅免疫能力好低啦，佢好難係因為你中咗 Covid 佢都係俾 Panadol 或者俾啲感冒藥你，佢好難會幫佢好返。呢個咧係可以保護個老人家，保護自己成家人受益㗎。你屋企點1片係成家人受益。你相信我，不要買，不要加一，你相信我。你揉起來，它會不會過期的？對，沉香不會過期。這個不會過期啊！你不要加一，我很難得才可以賣。我這個要排隊的，不能經常賣。如果你們有經常看我們賣沉香，你就會知道，只有藥香，我叫你們
以前啊，没有 COVID 的时候啊，我叫你们不要扎多，扎一套放在家里看门口就可以了。如果你们有经常看我卖沉香，你会知道，其他的我都可以叫你们扎多的，只有腰伤。但是这一期为什么我叫你扎2？因为我不知道下一次我能不能再卖，因为现在已经全球再来了那个 COVID， 所以如果你們能買到的，你們就趕緊去買。嗱，我講多一次，點解我嘅呢個藥香我哋會介紹？因為我哋終於排到隊可以買呢隻藥香。OK， 嗱，我同你講，呢一個肺炎咧重新嚟到新加坡，你咁講啦，重新嚟到呢個世界啦。咁你記住咧，呢個藥香最緊要我話俾你哋聽。OK， 你唔需要打針。唔需要食藥，唔需要睇西醫。你有冇發覺你之前就算中咗 Covid 嘅時間，你都係瞓喺個醫院裏邊，你入到醫院都係瞓喺個醫院裏邊，等佢慢慢病愈，佢幫我打啲維生素啊，叫你食啲止痛藥。呢一個係唔需要打針，唔需要食藥。你明啊？呢個就是你有任何的不舒服啊、感冒啊，什麼都可以用，啊。如果就算你沒有，你身邊很多朋友生病，你都可以用，明白我的意思嗎？你點咗就一個保護網對，就好像現在很多朋友也有感冒啊、COVID 這些，所以這段時間就算你們沒有，你們買回去，你們每天用一個，明白我的意思嗎？嗱，我講多一次，你聽住 ，OK？ 呢一個你點咗 ，OK？ 佢就等於你屋企50平方即係500尺，你一係點一個。就等於你屋企有一個防護網，佢會令到所有嘅細菌，佢全部幫佢殺死，明唔明白？但係佢唔係消毒劑，佢只係一種沉香。你去中國中醫學院，你會發現好多中咗 Covid 嘅人，佢係唔使打針，唔使吊鹽水，一日你點3片。佢係用呢一個嘅藥香幫你去消毒殺菌，有頭痛、頭暈、咳嗽、感冒、發燒，你聽清楚，預防勝於治療。呢隻產品你必須就算你真係唔覺意中咗咧，你都會快啲 recover 你嘅身體，明唔明啊？會快啲好翻，同埋唔會咁辛苦。因為點解你一 COVID 咧，你會係咁咳，跟住會頭痛，跟住鼻水倒流，你會好辛苦。但係呢個咧，佢針對頭痛、針對咳嗽嘅症狀係非常好。所以如果就算你唔 touch wood 真係唔小心中咗 COVID， 呢個咧會令到你休息得好啲個人。你休息得好啲，你嘅免疫力好，你嘅痊愈力就會快啲咯，明唔明白？嗱，聽清楚 ，OK， 一管裡面17片，每一片30分鐘。如果你家沒有人發燒感冒，每一天點一片。如果真的中了 COVID 了，早上一片，中午一片，晚上一片。這一個是我們很難得可以給你們賣。我原先只有 OK。你不要等你有中你才買。因為你到你問我的時候，我已經沒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OK， 我原先只有24套，有2套我留給我的 admin。嗱，你聽清楚，我只有22套，原價一管1288人民幣。謝謝 Doris， 謝謝你。200塊新幣一桶，我跟你說一點都不貴，因為它裡面有17片，你每一天點3片可以點6天，你不用打針，不用吃藥 ，OK， 你點可以點6片。這個不是 OK 6天，你可以點6片 ，OK， 把你的病全部醫好。哪裡貴不貴？200塊一點都不貴，但是我現在不是200塊，200、190、80、70塊不要，買一桶送一桶，2桶34片，多少條？68塊而已，最後6套。嗱，我真的沒有啦，你不要問我，你不能再撒旦啦 ，OK。預防勝於治療，你攞嚟擋住啲病，攞嚟擋住個肺炎，呢個係絕對有效。你買一個送一個，我仲要送多個香爐俾你。Last 6，最後6套。最後6套 AK71張你要的數量。如果你們就是相信我跟鬧過的，你們最起碼扎2。對。因為什麼我很想叫你們扎2的，因為這個產品真的可以對我們的健康很重要。還有這一個，到時候你中了，你問我有沒有，我真的沒有給你的。幫不了你，因為這個就是在我所有的中醫院，
婴兒可以啊，你放心，因為我們家的成長完全安全，好像我現在懷孕，我要保護我自己，我每天用一個的，但是小孩你不用這樣子給他聞的，你在家裏點那個空間就可以保護，明白嗎？小孩咳嗽，他會睡不好，他晚上會有些時候會咳嗽有痰嘛，他會吐，明白我的意思嗎？但是這個對針對那個病毒的細菌非常好的，然後它是天然的，它是中藥來的，所以你放心給他去用，明白嗎？如果小孩有咳嗽的，你每天也是3片、2片、3片這樣子咯，看他嚴不嚴重咯，明白嗎？真㗎，你有冇發覺一件事咧？中咗肺炎，你去醫院佢都醫唔到你。對，他最多給你止痛藥這樣子咯。Angie+2，最後2套。最後2套 last two AK 沒有了71，我不會再買，因為我沒有貨賣給你。我每一次做藥箱的時候，我也勸你們要多扎。為什麼？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有。還有現在呢？現在就是 COVID 又來嘛，我肯定沒有那麼快有的，因為這個是我之前已經排隊了，所以才有。所以到時候你們真的有生病的時候，我真的沒有得給你們買一瓶送一瓶呢，用來防禦的，一點都不貴啊。還有，如果你真的中了之後，你沒有那麼辛苦，還有你的身體會快一點好起來，這樣子咯。真係中咗肺炎嘅朋友，頭痛到不得了，食嘢冇味，對，沒有味道，冇味覺嘅。跟住優焦美，謝謝你 ，OK。Admin，你看看還有多少個還沒過賬，你快點幫我處理這個事情 ，OK。這一個我再說多一遍，你們必須要買。謝謝。中咗肺炎，謝謝。中咗肺炎頭痛，好似有個計時炸彈響你個頭度嘅，謝謝你。響你個頭度嘅，跟住食嘢冇味覺嘅，行路唔夠力嘅，跟住。最緊要係乜嘢？咳到抽筋嘅，你聽我講，真係有中冇中？你中咗 ，OK 嗱，聽我講一次，你冇中嘅，你而家呢刻冇中嘅，每日點一片，一筒有17，你可以點到17日，你2筒可以點到34日，啱啱好1個月。點解我叫你唔好加1，你加2可以頂到2個月？如果真係有中咗嘅朋友，你每日點3片。你嘅頭痛3日之內可以幫你搞掂 ，OK？ 劇烈頭痛慢慢減少，你嘅味覺2日幫你搞掂，你嘅武器佢幫你搞掂，呢一個就係中醫學研究出嚟㗎，明唔明白我講乜嘢？我同你講 ，OK？ 聽住，你加1可以用到34日，一日用1片用到34日。如果你真係中咗，你只係OK， 你加1，你只可以用11日嘅啫，明唔明白我講乜 ？OK， 裏邊17加17咪34咯。OK， 一日點3片咪即係點到11日咯。我同你講我冇貨噶啦，我真的沒有啦。我3次要買，我真不知道什麼時候啊。我唔係話詛咒你哋，叫你哋話中 COVID， 但係你記住，成個世界而家係重回，冇一隻藥係可以醫到 COVID， 而家呢隻產品幫到你。明唔明白我講乜嘢 ？OK， 預防勝於治療。OK， 來，我不囉嗦了。OK， 應該沒有了。對。OK， 你們家你自己去加。對。OK， 你們能過賬，你快點去過賬。我不知道你們能不能買到。謝謝你 Mandy Toy，Mandy Toy 真的是我大哥。OK， 還有4個還沒過賬，如果你們要的，你們盡快打 call 啦，OK。對。還有啊 ，OK， 快一點。OK， 我介紹第2個產品。OK， 第2個產品不關於那個咳嗽的事情。OK， 我要你們填呢個。OK， 嗱聽清楚。OK， 快點去過賬啊！Irene Lim。OK， 快點去過賬。Irene Tam。OK， 快點去過賬。OK， 有過賬嘅先有啊，冇過賬冇啊。OK， 嗱我快啲講呢個產品。OK， 呢個產品咧，你哋記住一件事。OK， 我要令到你哋屋企甜甜蜜蜜。
開開心心，佢有樂理嘅味道。OK， 嗱聽住。pear 的味道。我12套賣完就冇，12套賣完就沒有啦。OK， 嚟聽清楚，樂理香。OK， 我好耐冇買啦，因為好多朋友叫我買長啲、買時間長啲嘅香，因為咧沉香，喂，我覺得喂你有好多時點半個鐘頭就冇味，點1個鐘頭就冇，呢一個係可以延點2個小時。OK， 嗱，一係記住。你買咗翻屋企咧，佢有兩個呢啲嘅，兩個呢啲餅嘅。等嗰陣啦，我攞出嚟先啦。OK， 有兩個嘅。你記住，每一個係20片，20片，每一片2個小時。2個小時。有沒有用過我們的？然後呢，中間呢有一個葫蘆。OK， 這個葫蘆是送給你們。OK， 嗱，它就是要分開的。嗱，不如咁啦，回來不如你介紹個呢個香，然後我分開佢好唔好 ？OK， 嗱，等我一下。OK。樂理香咧，其實咧係以前咧皇宮啊、皇上啊、妃嬪咧喺個帳篷入邊使用，所以點解佢叫帳中香咧？就喺帳房入邊先會用。OK， 12套啊。OK， 嗱，你喺外邊咧慢慢攞手指慢慢啦。OK， 我男仔要把它分開成為2個。嚟，你介紹。OK。然後呢，就是妃子啊，吸引皇上啊。就會用呢個香，所以你諗下佢嘅味道，呢個咧同一般嘅沉香完全唔同，呢個咧係淡香清香嘅味道。點解佢會有？點解叫樂理啊？其實佢真係有梨嘅成分，有 pear 嘅成分喺入邊嘅，有梨嘅，用梨去做出嚟嘅，俾你睇下。OK， 佢咧最好嘅好處咧，佢有淡淡嘅甜甜地嘅香味。佢要將啲沉香粉咧，真係擺喺個梨入邊啊，擺喺個梨入邊，然之後重複再重複，將個梨嘅味道加沉香嘅味道混合埋一齊，所以呢個咧你就咁直接聞佢咧，你都會聞到有少少甜甜地嘅梨嘅味道嘅，梨嘅味道，好舒服嘅。如果大家唔中意霸氣，唔中意好濃，中意清淡少少嘅，一定係呢一個，呢個一定係首選，同埋呢個一片係可以用到2個小時。一片2個小時。基本沉香嘅功效佢都有，可以幫我哋嗱，聽清楚，可以幫我哋殺菌，可以幫我哋清理唔好嘅氣場，可以幫我哋淨化水晶，全部佢都可以做到。但係呢個嘅味道咧係有水果嘅淡香，水果嘅淡香攞嚟。咩？我想攞個葫蘆啊！OK， 我攞個葫蘆出嚟。呢個咧嗱，聽住，好多朋友咧，因為嗱，我唔係講宗教，但係我首先話聽 OK。你攞嚟拜拜都可以嘅，但係咧，甚至乎你聽清楚，你係唔理你咩宗教啦，天主教又好，基督教又好，咩教都好，全部都可以點沉香嘅，明唔明白？咁呢一個咧個時間可以維持2個小時。如果你有拜拜，你攞去拜拜可以，呢個咧可以淨化我哋嘅水晶啦，淨化我哋嘅空間啦。如果你中意淡淡嘅味道仲有輕微嘅梨嘅味道，甜甜嘅就一定係呢個非常好啊！嗱，聽清楚 ，OK， 沉香嘅功效，殺菌、消炎、淨化你嘅空間，淨化你嘅磁場。嗱，聽住 ，OK， 聽清楚。呢一個咧，點解我特登買2個小時？我為什麼故意買2個小時？因為你們收到之後，有可能OK，差不多已經到那個7月14。OK， 我說真的，你聽清楚，因為沉香可以辟邪，因為沉香可以辟邪、定經、安穩你嘅情緒。嗱，聽住呢一個咧係可以叫做入門版，但係佢冇沉香嘅濃烈味道，佢唔係霸氣，佢係甜甜嘅。咁我教你點解我要賣2個小時，我唔係賣呢30分鐘咧。你聽住，真係咧7月14佢辟邪啊嘛。咁有啲咩好處？咁你咪可以點耐啲。就算你點2個小時，你記住啊 ，OK， 你係點5片，佢都你記住佢最好嘅好處。你係屋企10個鐘頭，你咪點5片咯。佢淨化你屋企嘅磁場，淨化你屋企嘅空間。你唔使點5片，其實撈哥你早買1片咧，佢個味道因為會留喺你屋企入邊。如果你屋企有新嘅家私，新嘅呢個好緊要啊！新嘅家具，任何家具，佢可以幫你撇除那些甲醛，佢可以幫你剪掉所有嘅 chemical。所以我今日特登我賣一個長啲嘅時間，而係甜甜地適合你哋嘅。但係我真係得12套，只有12套。OK， 我跟你說。應該在那個7月14之前你可以收到。OK， 嗱我不囉嗦啦，因為我要關播啦。OK， 我要煮飯給他們吃，好不好 ？OK， 嗱12套而已，一盒裡面
40片，40片，每一片2个小时，对，一壳是40个 OK， 等一下 OK， 80个小时，80个钟头，一壳可以用80个小时啊。OK， 来，拿个葫芦在中间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的 OK， 这样子拿出来 OK， 原价一壳是59块，一壳59块 OK， 听清楚，我12套而已啊 OK， 哦，香甜甜地嘅 AW 69 58块，不用59了，58块买一盒送一盒，买一送一 AW 69买一壳送一壳 OK， 一壳40片，每一片2个小时，这里一共80个小时，到时候你收到是2盒，2盒是160个小时，58块。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因为它淡淡的、很舒服的味道来的，它不是霸气的。然后呢，它有梨的味道。如果我们喉咙经常很干啊、很不舒服啊，这一个非常好，因为它就會有淡淡的因為梨啊，大家都知道梨咧係幫我哋清喉啊、潤肺噶嘛，所以如果我們就是有喉嚨不舒服的這一個，請問你還有賣沉香山這個是沉香山我們今天賣的都是沉香山的，對。這個是沉香山啦 ，OK， 來我只有12套啊，這個快點下單啊 ，OK， 我同你講 ，OK， 嗱我用普通話，我用廣東話，呢個係沉香山嘅。OK， 咁我哋冇話唔做啲產品，我哋肯定有做啦。咁因為我知道就 OK， 我要逐樣慢慢介紹俾你。呢個係沉香山嘅鵝梨香，你燒完有甜甜嘅香味。點解我要買一個時間長啲嘅咧？你記住，因為我而家今日我唔想買啲短嘅時間，因為未來日子可能有7月14。OK， 咁你屋企 OK 最緊要係咩？幫你辟邪，擋住一啲污糟。污糟嘅嘢，或者就係話佢可以幫你淨化空間、淨化你嘅思維、淨化你嘅頭腦，幫你所有新買嘅家具消毒隔傳。你記住，沉香幫你安穩、安定你嘅心情，安穩你嘅心態。最緊要係乜嘢？如果你嘅小朋友讀書考試，佢經常扎跳，經常精神唔集中，你點一片沉香俾佢，明唔明白我講乜嘢？仲有最緊要你聽住一件事，沉香你記住可以消炎、殺菌、止痛。你記住沉香山嘅沉香 No.1 唔係同你講笑，佢真係所有用料一流 ，OK， 冇添加任何嘅東西，冇化學成分。你擺喺你隻眼側邊，佢唔會淹到你隻眼睛。咁點解我咁少賣沉香？我想介紹多啲唔同嘅產品，但係點解我今日會介紹呢個鵝梨香？嗱，你聽多一次，因為佢。其實佢係入門版嚟㗎，明唔明啊？佢真係入門版，因為佢一盒可以點到幾耐啊？80個鐘，唔係80分鐘啊！一盒。就是這個。Orange 的殼子，你編我的 admin， 你編我的 admin， 你看看你要哪一個 ？OK 嗱，最後8套 OK 嗱，聽清楚，聽住，我教你再點樣分開多次，然後我關播啦。OK 嗱，你買翻嚟嘅時間嗱，我同你講多次啊。OK， 佢係咁樣嘅。佢係咁樣嘅，咁樣係有20片。咁你打開嘅時間，喂，你容唔容易打開㗎？我一個男仔 ，OK， 一個粗手粗腳嘅人容唔容易打開？你留意佢本身就係咁㗎。OK，admin 啊，喺度黐膠啊。OK， 嗱，聽清楚，你喺中間呢個位置慢慢咁樣轉。OK， 咁你記住咧，佢鵝梨香點解我話聽係入門版咧？因為佢淡度淡啊，佢味道清淡，佢有梨嘅味道。OK， 佢清香淡雅。最緊要佢幫你係乜嘢咧 ？OK， 殺菌消炎、行氣理氣。這個還有真的很，你隨便點你都不會心疼啊！因為這一個就是它的時間很長，所以每天你用一個。最多2個就夠了，明白？因為它淡淡的香味也會在你家裏留下來的，明白嗎？這一個，我覺得這一個平常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的時候，每天用這個就不會覺得貴啊什麼的，因為每一個可以2個小時啊，所以 AW 69啊，呢個你相信我 ，OK， 你要買。對。
點解我又要我又要你相信我啊，大佬 ？OK， 因為呢個時間最長啊，2個小時。嗱，講多次。呢個係經濟實惠啦，經濟實惠，對， OK 性價比非常之高。呢度20片，呢度20片，呢度加埋40片，每一片2個鐘，呢度80個鐘，80個鐘。如果你們有拜拜的，這個也非常棒，因為放在那個地方啊，可以2個小時啊。而家你係兩盒160個鐘，買一顆送一顆啊。OK，對。AW69。如果你之前沒有買過我的襯衫，你去 try 我這個襯衫就對了。對 OK， 入門經濟版。這個是我們賣了1年多的成效啊。OK， 最後6套。OK，last。還有沒有問題 ？OK， 還有佢而家催我了，還有沒有問題？因為他要吃東西了。因為我12點之後不能吃那個，你要去煮給我吃。哦，我去煮了。OK， 來，你們快點下單啦。OK， 嗱，今天呢，好似雜貨鋪咁嘛。OK， 空一旺，謝謝你。OK， 空一旺。OK， 我不知道還有多少。OK。我不重複了，你們看重播。今天我們要賣菜板，然後啦，靈芝孢子粉，你們叫我開口㗎。然後印扎果油，OK。然後就一個藥箱，一個沉香。什麼時候6到8周，我們會盡快寄過來。6到8周。如果你沒有賣這個，如果還有，你快點去下單啦。如果你們是剛剛進來的，因為這一個藥商就是針對COVID 的，肺炎。對，現在全球也回來了 COVID，所以如果你們沒有買我們的藥商，或者你們沒有 try 過我們的藥商，你們肯定要去 try。為什麼？因為這個就是給中國的中醫院的，所以我們不是經常可以賣到這一個。這個是 AK71，買一瓶送一瓶，還送一個爐啊，好像69塊，對嗎？對，69，每一桶有17個，真的就是我們如果生病啊，我們不舒服啊，還有現在在街上面很多人都生病，所以這一個我們肯定要保護我們自己啊。如果我們有生病的，每一天用3片；如果我們沒有生病的，我沒有生病的，我們是保護自己的，每天用1片就夠了，明白吧？明白 ？AK71，我不知道還有68，買一桶送一桶，還送一個 burner 啊，對，一個爐啊，對。OK，anybody question？ 對，沒有問題，我要煮東西給他們吃了。OK， 這個菜板 ，OK，C2， 88塊2片。對 ，OK， 最起碼用3年。OK， 不囉嗦了，我要煮菜了。OK，See you。拜拜，有問題 PM 我們啊。明天見啦，明天見啦。明天我不知道能不能見你。明天不知道他在不在了。OK，因為他去醫院。OK， 拜拜。好，拜拜。